踏入2026年，各大公共服務將會加價，其中大家最關注嘅係公立醫院醫療收費加價。除咗分類為危殆及危急嘅病人之外，急症室門診收費提升到400蚊，家庭醫學門診嘅診金加至150蚊，每種處方藥物由免費加至每4星期收費5蚊。公營醫療新收費詳情，可以掃描片尾二維碼或早前嘅手語直擊。醫管局亦設有醫療費用減免機制，為有需要嘅病人提供援助。假如係綜援受助人、長者院舍照顧服務券計劃級別0院舍券持有人，或者75歲或以上長者生活津貼受惠人，只需於每次登記求診時通知醫院或診所職員，即可豁免公營醫療服務嘅收費。至於其他有經濟困難嘅人士，可以向各公立醫院同診所嘅醫務社會服務部、社署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等等指定服務單位申請減免繳費。申請會根據家庭狀況作出資格評估。其他收費調整包括違例泊車罰款由320蚊加至400蚊。法定禁煙範圍擴大，罰款由1500蚊提高至3000蚊。公立醫院殮房結束免費服務，增存放遺體費。中電同港燈則會減電費。以香港每月用電約275度嘅3人家庭為例，每月預計少付10蚊。